OK，又係到秒懂巨額人壽保險第二集啦。嗱，記唔記得上集嗰4個原則？我跟入嚟講咧，我係會交替運用，點樣令到個客戶睇到一個價值。OK， 嗱，我一般賣儲蓄人壽保險嚟講咧，我一賣就係買年期最長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嚟講咧，我係會買25年嘅。你可能會好奇怪，喂，威文點解買25年期啊？因為人壽保險係全部係玩槓桿嘅。我見出邊好多啲經理咧教啲 agent 咧就係買啲5年期、10年期，其實冇意思嘅。因為點解啊？因為會閘住客戶啲錢。尤其是我買得咁大嘅人壽保險，呢啲客全部係要做生意嘅，生意係需要錢去周轉嘅，甚至乎有啲咧係要用 U Life。嗱，我個恩師同我講，如果作為家庭資產唔可以用 U Life， 因為 U Life 有好多唔保證嘅因素喺裏邊。我哋要買就要買傳統嘅儲蓄人壽保險。但係你話 Raymond 唔係喎，而家嘅儲蓄人壽保險都有一次過等繳嘅喎。我成日都講，你問個客攞300萬容易啲，你定係問個客攞2萬零蚊一個月容易啲啊？明白？所以一定要買最長嘅人壽保險。轉頭你會知道㗎啦。好嗱，咁一個人壽保險，呢個我一個40歲男性唔食煙為例嘅，係啦。咁呢度係買1000萬嘅保額，咁保費嚟講咧係202025蚊。大家聽到20萬係咪好似好多啊？咁我就會同個客講啦。咁咧基本上咧，如果你而家銀行有1000萬現金，如果銀行俾到2厘利息你，咁係咪20萬啊？即係話簡單，如果你而家銀行有1000萬現金，你只要俾2厘利息我。當然你話威文而家銀行係0.001厘，但係其實過去呢10年雖然係低息，但係唔會以後都會低噶嘛。其實過去平均都有3至5厘息噶嘛。我就會同個客仔講，你而家銀行有1000萬，你俾2厘利息我幫你瞬間創造1000萬嘅現金財富。你銀行本來有1000萬，你瞬間即刻變為2000萬，都唔明點解。記得有個原則就係話，客戶先生，我想問，人嘅死亡率係30%、50%定係100%啊？咁個答案係100%啊嘛。即係話我係咪即刻俾呢個保費？只要保險公司核保通過，係咪即刻幫佢創造咗2000萬嘅現金資產啊？佢可能成世先累積咗1000萬嘅資產，呢個係第一個原則，好冇 ？OK。第二，我會同個客戶講，如果你而家開始每年儲20萬，我想問你要儲呢1000萬要儲幾耐啊？原來要儲49年，即係話如果佢40歲要儲到幾多歲？要儲到89歲嘅喎，仲要保證呢89歲佢冇事冇幹喎，難唔難啊？其實好高難度嘅。第三，我會同個客戶講，仲有呢個計劃最長係儲25年，即係話咧，你最長咧呢20萬乘25咧，你最長都係擺咗50萬，咁你可以換1000萬嘅資產，仲要係分25年，着唔着數啊？因為客戶聽完之後咧，佢認為係好着數嘅喎。好啦，嗱，睇睇個計劃書啦。嗱，而家呢個計劃書，人嘅死亡率、死亡賠償係1000萬，即係話係保證係會賠1000萬嘅咯喎。最少1000萬，仲會係加埋咩？仲會係加埋個紅利係去，即係話年期越長咧，咁派嘅錢佢嘅資產係越多嘅喎。我一般嚟講咧，我一溫咧，我就會溫咧係溫到去到100歲，佢變咗佢去睇到，咦，原來我去到第30年、第40年，咁同埋佢呢個儲蓄人壽咧，佢係一個3斤版嘅我嘅喎。嗱，大家你可以睇到，去到第25年，佢成個計劃嚟講咧，係累積咗有780萬。5年之後咧，原來成個計劃咧已經係去到988萬嘅咯喎。因為如果啲客需要用錢咧，其實可以喺個計劃攞嘅喎。所以我會將呢個計劃嚟講咧，係溫到咧到第40年，佢成個戶口我唔講新嘅喎，已經係累積咗有1540萬，而佢擺咗落去係幾多啊？都係500萬。大家你溫你間公司個計劃書，你就會睇到㗎啦。
同埋咧，我哋賣嘅人壽保險已經喺香港超過100年以上㗎啦。咁其實嚟講，喺成個計劃就係保證金價值加中期紅利等於成張單嘅價值。咁所以嚟講咧，我要求你哋可以嘅話，最好背台詞背咗佢，因為如果啲客佢買咁大咧，佢真係會講成張單嘅計劃係點樣㗎？你咪同佢講，其實成張單嘅計劃咧，其實係一個保證價值加一個中期紅利等於成張單嘅價值。嗱，呢個保證金價值一個不停增值資產，亦都按年遞增，若增嘅方式喺呢個計劃喺第3年就出現㗎啦。我講緊呢個計劃清唔清楚啊？你咪見我講得好順啊，因為我喺度背緊台詞。好啦，另外而家好多儲蓄人壽保單已經係變咗為中期紅利嘅喎。咁你咪同佢講啦，嗱，咩叫中期紅利？佢亦都係一個不停增值嘅資產，亦都按年遞增，而佢增長嘅方式一個浮動情況產出嚟，喺呢個計劃喺第3年就出現㗎啦。嗱，點解浮動咧？因為佢係同市場掛鈎嘅，咁佢係一個當係一個投資戶口咧，佢裏邊嘅價值咧係可跌可升嘅。咁同市場掛鈎有咩好啊？通常市道好，通脹高，咁咪派嘅中期紅利咪越高咯。但係你唔需要擔心。因為佢呢個計劃只有上行收益冇下行風險嘅，因為點解？因為裏邊有個保證價值，到時到某一年嚟講咧嘅錢係保證多過佢擺落嘅本金嘅。咁我呢個中期紅利講得清唔清楚啊？講你變咗你好清楚咁同佢講。嗱，呢個台詞咧，我送埋俾大家㗎啦，因為好多人係講到甩甩咳咳嘅，你一定要講到好清楚。另外喺呢個計劃嚟講咧，係一個保證100% 現金，同埋係保證有多冇少嘅戶口。咦？你話 Raymond， 我唔明點解喎？不如我哋探討下。記得我之前講發商嗰度啊，喺財產平台好多高資產人士，佢間公司最高就係佢嘅公司嘅股權，係咪？我想問股權保唔保證到個價值㗎？係保證唔到嘅喎，同埋係咪現金嚟嘅喎？唔係嘅喎，甚至乎好多時咧個老闆離世嚟講咧。如果係上市公司，股價會大跌嘅喎，或者個主腦人物佢唔喺度，就算唔係上市公司，啲價值其實畫手不升係反降嘅喎。第二，銀行現金嗱，一般做生意人咧，銀行嘅存款其實係唔多，點解？因為佢生意係會周轉啊嘛，甚至乎佢生意做得好嚟講咧，佢甚至乎係會愛嚟周轉嘅。好啦，當然如果你日後做啲好高資產嘅人士，佢可能會喺銀行有債券啦。咁債券嚟講咧，一般都唔多嘅。點解啊？因為佢同銀行現金差唔多，不過可能係鎖3年或者鎖5年。好啦，股票保唔保證價值㗎？大家都知道係唔會保證價值嘅喎。另外不動產咧，不動產而家大家都知道香港樓價都好高，不動產都唔保證價值嘅喎。好啦，第4，保管商嘅黃金呢啲商品。保證價值㗎，冇錯，佢保本能力高，但係套現能力係唔高嘅，係啦。咁同埋不可不知道喺啲顯性資產裏邊亦都有好多債務嘅喎，係啦。你留意好多高資產人士嚟講咧，如果係做財產規劃嚟講咧，好多時咧原來喺佢嘅資產嚟講咧係債務非常之高。嗱，呢個喺美國嚟講咧，如果係一個名人咧死咗去10年之後咧，佢可以將佢嘅身家披露出嚟嗱。呢個年長啲嘅就知道呢個叫貓王皮利士尼，原來佢身故嗰刻中咧，佢嘅資產有1000萬美金，當年1000萬美金係不得了啊！但係佢裏邊嘅成本嚟講咧，係高達差唔多7成幾8成，佢真正屋企人攞到嘅係270萬，即係差唔多有7成至8成係消失咗。點解？探討下好冇？原來喺佢嘅債項咧係佔咗380萬。我成日都講高資產人士或者係做生意嘅人，佢表面好風光，但係佢債項都唔少嘅喎。咁當然之前我亦都講過有遺產稅，咁遺產稅喺呢度咧其實都佔咗前後咧，田納西州嘅承繼稅啦，同埋加州嘅承繼稅。同埋聯邦嘅遺產稅咧，呢度去咗300幾萬㗎啦，差唔多係7成㗎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要留意，而喺整個人壽保險裏邊嚟講咧，最少係槓桿咗1000萬嘅資產。
再加埋佢嘅年期，譬如話去到第20年身故，咁咧俾出嚟咧唔係俾1000萬，係俾1150幾萬有多，同埋係保證有多冇少嘅，係啦。好，咁第2集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。OK，拜拜。